威严的彼那黑暗的心，海洋的心啊，你对海洋来，甲倒数捏出来。出发进前，阮甲对救生艇顶悬搬落来的装备，包括水甲食物、手工具、救生衣、畅水装备、录影设备、柴油顶顶要留落来的物件，拖入懒人树骹较深的树塢，佮用椰子树叶甲伊扎咧。了后，就照文雅丁雄的指示过去甲伊会合。20分钟了后，阮对粗粗上花的沙坡，顺宽石湖的岸边向北边行。文雅丁雄伫无线电回报，讲伊已经退转去伫海埔椰子树骹等阮。你的骹步可能爱较紧的，因为迄片云已经活来啊，阁无偌久就会落雨。伊伫无线电内面讲，有影亲像白墙的迄片云，毋知对当时已经开始接近啊。空气内面已经有淡薄仔水汽，日头下海风对海的方向吹来，有几只白色的海鸟对高石的另外迄面飞悬伫空中飞。煞了伊讲，即马伫遮较好讲话啊，所以先简单汇报。拄则阮发现的工事已经超过我本地想象的真多。我想进前反映号的电路故障，一定甲即个工事有关系，就是海底建筑内面有迄种大规模的电能咧运作，才造成船顶的电机甲仪器拢总失效。另外，我昨伫反映号的甲板发现有一块铁油啊，互船掀起咧，可能嘛是受这影响的自化现象。尤其是咱进前看到迄片敢若大光线的海流，嘛绝对甲伊有关系。伊敢会是用海水来做冷却系统？船长伫无线电迄头安尼问，无确定。我嘛有想过，敢是亲像核电厂迄款冷却系统？毋过，假使有遐尼大规模的冷却循环，表示下底的机器真大，运转起来一定真大声，上无会有大规模的震动。毋过，昨大海流发生的时，并无类似的现象。以电机的原理来讲，迄款点钟是无法度理解的。文雅丁雄伫无线电迄头安尼讨论起来，伊讲。伊就惊啊，是一个大型的流啊，互海水流对某一个所在，然后安怎？我阁需要一块证据，才有法度进一步推论。白色的海沙伫日头下有惊人的烧气，迄个烧气阁加上要落雨进前的湿气，互我的胸坎郁郁，感觉强要袂喘气。我甲丽云讲。我嘛听过一首太平洋的船歌，你敢要听看卖？好啊，你唱来听。威严的彼那黑暗的心，海洋的心啊，你对海洋来，甲倒数捏出来，威严的彼那日月的心啊，你的能力空看无比，火山嘛听你的话语。威严的彼那，你甲风甲种子吹响，椰子、金石甲所有的花蕊。威严的彼那，
是人类甲天地的母亲，威严的彼仔，请甲我的小船揽伫你温暖的胸仔，领我去外女仔，你倒。搁有美丽的牧场，马拉马拉，领我去到美丽的牧场，马拉马拉哦，我会牵手住伫遐，伊的颔棍。挂着一条旋路的自然，伊伫美丽的牧场马拉马拉，咧等